来继续来到屏东万金圣母教堂，每一年耶诞节拢城内袂少的游客，尤其是因平安夜，这个周边拢摊商来卖食物。今年因应着疫情，入去教堂袂当炸食物，全程拢爱挂喙安。另外，台南市政府即届的跨年是邀请到南韩女子天团的成员来演出。市长恩威提供，若是疫情严峻，无排除以线顶的演唱会来呈现。欢喜唱圣诞歌，屏东万金圣母教堂圣诞主灯系列现场真有过节的气氛。教堂路口嘛开始准备咧摆旗啊，为了应付疫情，社区甲教堂拢做出规定。在这个活动期间那个东西最好不要在路上旁边这边吃。万金教堂今年圣诞会请真侪游客来，台南市府即摆跨年表演，嘛邀请有名的歌星来。南韩女子天团少女时代成员浩恩要伫咧12月31号表演，不过最近新冠病毒疫情增加本土病例，台南市府嘛做出解决的方案。如果说就算他能够上台，如果是将来疫情严峻的话，台下是没有人的，我们还是可以举办线上的演唱会。另外，高雄市府规划跨百公里盛大活动，预计成50万人来参加。不过，即马国内出现本土病例，面对这么侪人，是要怎做防疫？所以我们会分区来做不同的防疫强度的这个节奏。国内过253天，佮出现本土病例，互大家开始会惊。尤其即马佮要到圣诞节、跨年佮元旦的日子，中央到地方政府配拢变甲真严，嘛希望民众会当遵守防疫的规定。